主后2023年12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搁再受拜帖。圣经咱来听读以赛亚书56章第1到第8节。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维护公平，实践公义。因为我会拯救君啊，我的公义念伊实现。坚守安息日，拢无违背，手无做歹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已经归信上主的外族人，毋通讲上主一定会甲我甲伊的子民隔离。太监嘛毋通讲，我不过是一丛打去的树。因为上主安尼讲：遐会遵守我的安息日，做我所欢喜的事，持守我的约的太监，我要互因伫我的圣殿，我的称谓内有纪念比有名号，比有真侪囝查某囝较好。我要使因永远袂互人撤销的名。遐会归信上主的外族人要侍奉我，敬爱我上主的名，搁做我的仆人。因拢遵守安息日，无干犯滥用，确实持守我的约。我要带因到锡安我的圣山，互因伫我祈祷的殿内面有欢喜。我嘛要接纳因，献伫我祭坛顶的烧法祭甲祭物，因为我的殿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。至悬的上主有召集流亡的以色列子民倒转来，伊安尼讲：已经倒转来的子民以外，我嘛要召集搁较侪人来归我伊。无搁再受拜帖。照理讲，教会应当是兼容并蓄的所在，因为耶稣基督会疼，互咱通伫接纳各式各样的人，无论性别、种族、身份、职业、个性，教会拢应该拍开双臂，揽抱每一个来到咱中间的人。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对教会的期待，也反映出咱对上主的认捌。伊是用疼甲接纳来对待所有人的神。亲像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所描写，既然归信上主的人，只要谨守安息日，行上主喜悦的代志，信守伊的约，拢要有份伫上主的拯救。经文中也特别指出，就算是外邦人和严格的太监，也要因为满足顶面的条件，就加入上主所要拯救的行列。这是一个爆炸性的宣告，因为伫申命记23章第1到第8节，记载禁止进入上主聚会的名单，譬如生拾器、损伤者、被淹挂者、私生子、阿文人、摩押人等。当安尼的禁止有转机，甲以往的以色列人至上主义大大无共。这段经文明确表达，上主要向所有听伊的人守约，伊的圣殿要称作万民祈祷的殿。互人遗憾的是，就算咱知影教会应该接纳所有的人，不过真侪时阵，教会内的人往往是上排外的。举例来讲，当教会群体内部彼此真亲戚，往往形成坚不可破的同温层、小课例仔，彼此讲着家己人会当理解的词语，会当共鸣的话题，互新朋友学得融入。
就算表面上信徒好像真乐意认捌新朋友，这张却干那假善假达，无真正要甲青云人有连结。搁较超过是，有时阵教会也有可能变做宗教模范生的俱乐部。伫当中，社经地位悬低、奉献数目济少，甚至担任长职还是领袖，家族裙带关系等等的差异，拢会影响一个人伫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差别。以外，信徒也可能习惯用狭隘的价值观来形容别人，有时阵甚至融合充满偏见的圣经传释，譬如讲婚姻状态、人际关系、生活习惯、性向、疾病等，直到互真侪有特殊境遇者伫教会遭遇异样眼光倍感压力。天主教徒甲社会主义行动家陶斯特捌讲：我疼迄上无想要疼的人，才算真正是咧疼上帝。即句话表明，基督徒的行为势必爱甲上主达成一致。因为安尼，伫教会甲日常生活中，咱必须察觉，咱是毋是一方面大声宣告上帝疼世间人，另外一方面却常时一手撒开甲咱无共的人？咱是毋是罔顾上主若疼咱，也疼遐个咱无想要接近的人的心意？默想，伫接纳所有人的议题，我是毋是有言行不一的情形？伫接纳所有人的议题，我是毋是有言行不一的情形？咱来祈祷。接纳万民的上主，就算我心中有百般的毋愿意，总是因为你浩大的慈爱，我也愿意学习用你的眼光观看我周围的人，无论因是体面还是无体面，可爱还是无可爱，得人疼还是无得人疼，求你帮助我，会当用你赐予我的疼去疼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